Hello，大家好。嗱，我哋人可以修仙練道，你信唔信呢？咁法術同埋風水，你又信唔信呢？咁喺今年嘅年初，中國嘅道教學院呢個聽起身咁仙風道骨嘅機構，竟然係公開發佈招生簡章喎！一睇個課程表，咁啊更加不得了，竟然係有內丹修煉同埋法器使用。而呢個消息一出，成個互聯網都變得好熱鬧啊！咁結合前幾年河南鄭州嘅嗰一場中日鬥法，以及秦嶺深處嗰啲一夜之間被夷為平地嘅神秘別墅群，咁雖然三件事三個地點橫跨咗10幾年，咁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度嘅背後可能係隱藏住我哋普通人都睇唔見嘅一個關鍵博弈？咁就係關於龍脈同埋超自然力量嘅博弈暗線呢。嗱，今期嘅節目呢，我哋就做一鋪網絡道士，將呢4件事全部串聯起身，咁睇下能唔能夠拼湊出一個關於東方神秘力量正喺度蘇醒嘅驚人真相。歡迎嚟到越講越迷，製作唔容易，請你為我點翻個 like 啊！要了解後面發生嘅一切呢，我哋必須要先知道乜嘢係九谷一派。嗱，呢個聽起身有啲邪嘅組織呢，就係日本一個極為之神秘嘅陰陽師流派。佢哋嘅看家本領就係我哋啲老祖宗傳過去嘅風水堪輿，咁仲有符咒之術啦。咁講白啲就係佢哋要叫我哋道教一聲祖師爺嘅。咁但係呢個徒孫呢就真係唔係咩善女。喺日本佢哋行事乖張，等級森嚴。有人甚至係稱佢哋為風水界嘅黑社會。咁佢哋係痴迷於用風水陣法嚟影響乃至係操縱一個地區，甚至係一個國家嘅國運，而佢哋對我哋呢片土地嘅野心可以講係由來已久啦，而且係陰魂不散。網上面最為流傳嘅一個講法呢，就係上海嗰一棟好出名嘅軍都樓環球金融中心。咁佢嘅設計就被指作為深受九谷一派嘅影響咧。2把軍刀係直插陸家嘴金融區嘅核心，造型本身呢就充滿咗殺氣，而更邪嘅係佢嘅頂端設計最初係一個圓形嘅，形似就係日本嘅太陽旗。咁據講喺國內係受到各方嘅強烈反對之下，先至改變成而家嘅方形開口。嗱，呢個只係冰山一角啫噃，更加恐怖嘅係佢哋喺我哋嘅國土之上係有過一次更大規模、更加隱秘嘅布局。咁時間我哋係拉到嚟本世紀初，一間名叫益豐房地產有限公司嘅日本房地產商呢，係偷偷咁進入咗中國嘅市場。咁但係奇怪嘅係呢間公司呢就唔喺北上廣深香港呢一啲寸金尺土嘅地方搞開發，偏偏耷低頭就衝入咗交通極為之唔方便嘅秦嶺深處，消耗咗巨資，話要建翻個高端嘅別墅群。嗱，秦嶺係咩地方啊？喺我哋中華人文化觀念入邊，嗰度唔係普通山脈啊。俗話講，一座秦嶺山，半部中國史。咁從風水角度嚟睇呢，如果話崑崙山係中國龍脈嘅源頭，咁秦嶺就係呢條巨龍最雄壯、最核心嘅中華龍脊啦。咁你話一個日本背景嘅開發商走到嚟我哋龍脊之上建別墅群，呢件事本身呢就透露住好多嘅唔對路。而更詭異嘅仲喺後邊呢，佢哋施工嘅期間，工地呢係全面封鎖住嘅，任何人都唔可以靠近。咁但係當地懂行嘅一啲易經愛好者呢，仲係發現咗一啲端倪。有位姓陳嘅先生就發現呢啲別墅嘅布局呢係非常之詭異，佢哋啊唔係成片開發嘅，而係東一棟啊西一棟，彼此之間嘅距離同埋方位呢都係經過精心咁計算。咁陳先生將呢啲別墅嘅位置喺地圖上邊連接起嚟之後，咁啊真係被嚇出咗一身嘅冷汗啦！呢個根本就唔係喺度起樓，簡直就喺度布陣。而呢個陣法喺風水學入邊就有住一個極為之陰毒嘅名，叫做風雷72釘陣，俗稱困龍局。咁佢嘅原理呢就係揾到龍脈嘅龍頭、龍角、龍脊等等關鍵嘅穴位。然後打落幾十米甚至係上百米嘅樁。呢度呢1994棟別墅就好似1194支嘅巨大鋼釘，夾硬咁將呢一條中華龍脈死死咁釘喺地下。嗱，據講
陳先生同埋佢嘅朋友呢，試圖去調查呢件事嘅，結果佢啲朋友係離奇咁遭遇到不測啦。而就喺佢心灰意冷嘅時候，一個傳說入邊嘅神秘部門749局聯繫上佢。原來國家一早已經注意到呢一個項目啦。咁經過調查，佢哋發現呢啲別墅呢，絕大多數係冇審批手續嘅違章建築。咁之後一場圍繞住秦嶺龍脈嘅暗戰就此打響咗啦。咁據講749局係聯合咗各路嘅奇人異士，同日本嘅九谷一派喺秦嶺深處就進行咗一番驚心動魄嘅纏鬥。咁最終喺2018年，我哋先獲得咗勝利。咁但係現實入邊嘅新聞呢，佢係咁樣講嘅：2018年嘅7月起，中央牽頭對秦嶺嘅違建別墅群係展開咗雷霆萬鈞嘅專項整治，1194棟別墅拆咗1185棟，沒收咗9棟。嗱，仲有個巧合噃，喺啲別墅被拆除之後呢，當地係落咗個幾月嘅連綿細雨，就好似呢一條被釘咗咁多年嘅巨龍，終於就可以舒展筋骨啦，降下咗甘露。而喺秦嶺一戰過後，九谷一派係元氣大傷，但係佢哋亦都並冇死心。咁時間嚟到2022年嘅夏天，一個更加囂張、更加直接嘅計劃係浮出水面啦。佢哋企圖喺中國多個城市以舉辦夏日祭文活動為由，暗中布下咗一個更大嘅鎖龍陣。嗱，有人發現呢啲舉辦夏日祭文活動嘅城市呢，喺地圖上邊連起身之後，竟然就好似一幅日本嘅地圖輪廓，其用心之險惡，簡直係超炫若揭啦。而呢個大陣嘅陣眼，佢哋就選咗喺中原大地上邊嘅核心河南鄭州。2022年7月嘅一個下午，鄭州嘅天空上邊係突然間上演咗驚世駭俗嘅一幕。光天化日之下，天空呢係突然間變暗，跟住就係詭異嘅綠色啊籠罩咗成個天空咧，仲伴隨住有紅色嘅閃電喺雲層入邊穿梭。嗱，呢條片呢瞬間就引爆全網。當時氣象專家出嚟解釋呢個係天氣嘅原因，但係無數嘅網友，尤其是係嗰啲對傳統文化有所了解嘅人，全部都拍台啊！呢個係乜鬼嘢天氣原因啊？呢個分明就喺度鬥法。一時之間，各種嘅傳聞啊飛來飛去。有人話呢個係九谷一派嘅陰陽師喺鄭州開啟咗鎖龍陣，企圖去截斷中華嘅氣運。而我哋呢邊嘅道教力量呢，真係緊咁集合，奮起嚟反擊。據講當時全國各地嘅道長高人係紛紛奔赴到鄭州。有網友仲講啊，佢係親眼睇到咗載滿咗道士嘅大巴呢，係駛向咗鄭州嘅深山。仲有一位自稱係神霄派弟子嘅人呢，更加喺網上面就發個帖，繪聲繪色咁描述出鬥法嘅場景，話佢哋神霄派嘅天師係登壇作法，召喚咗9天嘅神雷同日本仔嘅邪術展開咗一場驚天動地嘅對決。最終嘅結果就係我哋喺新聞上面睇到嘅鄭州上空嘅異象咧，足足持續咗大約半個幾鐘頭之後，紅色閃電退去，天空先至恢復翻晴朗。而九谷一派嘅陰謀咧，亦都再一次係被粉碎咗咧。各位神霄派嘅弟子仲預言講啊，日本必將因此遭受到反噬嘅，會有火山噴發之災。果不其然啊，冇過幾耐，日本嘅2座火山係相繼冒出咗濃煙。雖然呢就冇大規模咁爆發，但係呢一系列嘅巧合就足以令到呢一場中日法師大戰嘅傳說呢係深深烙印喺無數人嘅記憶入邊咧。嗱，故事講到呢度，咁你可能會覺得呢個只不過係一場網絡嘅狂歡，一場現代版嘅封神榜。咁但係跟住落嚟我要講嘅事呢，令到成件事件嘅性質就發生咗微妙嘅變化啦。就喺今年啱啱開年嘅時候，一個重磅消息嘅傳嚟，中國道教學院正式面向社會公開招生。嗱，呢個唔係咩野雞培訓班，呢個係國家認證嘅道教最高學府。而更勁爆嘅係，佢哋所公布嘅課程內容入邊，竟然係寫住內丹修煉、法器使用等等。咁講明咗乜嘢呢？講明咗嗰啲我哋認為只存在喺小說或者係傳說入邊嘅嘢，就正被官方以一種學術、系統、嚴肅嘅方式進行研究同埋傳承。嗱，咁一嚟，前面所有嘅故事就可以串聯起嚟咧。
嗱，我哋大膽做一個推理，有冇可能秦嶺同埋鄭州嘅2次交鋒，令到國家嘅高層意識到喺嗰啲我哋睇唔見嘅緯度係確實存在住另一種形式嘅博弈呢？而呢種博弈係關乎於文化，關乎於信仰，甚至關乎於氣運。而我哋雖然係屢次獲勝啊，但係亦都暴露出我哋人才儲備不足、未成體系嘅問題。每一次都係靠住民間嘅高人臨時咁集結先至化險為夷。咁講，成立官方正規嘅修仙學院，系統性咁培養下一代嘅修士，將呢啲嘅玄學知識變成一門被研究、被傳承、被發揚光大嘅科學，咁係咪就成為咗一個順理成章、迫在眉睫嘅戰略任務呢？咁樣就唔難理解點解除咗道教學院，網上邊仲傳出嚟河南小學發佈咗練氣入門，山東發佈咗浩然正氣訣嘅段子咧。呢度背後反映嘅就係一種集體性嘅文化覺醒，同埋對神秘力量嘅重新認知。南天門計劃嘅啟動，仲未知被成功嘅捕捉。呢啲尖端物理學嘅突破呢，似乎都喺度暗示住我哋科學嘅盡頭，可能真係同玄學嘅殊途同歸。嗱，我今日講嘅呢啲故事，可能係充滿咗大量嘅網絡傳說同埋陰謀論。但係你亦都可以將佢當成一個腦洞大開嘅故事嚟聽。但係你就唔可以否認呢一系列嘅事件呢，確實好似骨牌一樣嘅彼此關聯、層層遞進嘅噃。從秦嶺嘅護龍對鄭州嘅鬥法，再到今日官方修仙，呢度嘅背後就係一條清晰嘅邏輯線呢。我哋嘅傳統文化入邊，嗰一啲被我哋當成係封建迷信嘅嘢，可能係真係蘊藏住我哋尚未完全了解嘅巨大能量。而我哋嘅對手嗰啲咩九谷一派之類嘅，幾十上百年嚟，佢哋一直喺度研究，甚至用佢嚟對付我哋。而家我哋啊，終於開始醒悟啦，開始重新去審視，開始系統性咁去發掘我哋自己文化寶庫入邊嘅瑰寶。所以全面修仙時代會唔會來臨？咁我唔知。但係一個全民重新認知東方智慧嘅時代，已經係拉開咗序幕咧。中國道教學院嘅招生亦都唔係為咗培養會飛天遁地嘅神仙啊，而係為咗培養一群真正懂得以天地為師，以自然為法，能夠守護住我哋文化根脈嘅守護者。畢竟當你嘅對手已經開始用魔法攻擊你嘅時候，你總唔可以同佢講下物理噶。嗱，唔知對於呢一切，你嘅睇法又係點呢？你覺得呢個係巧合啊，定抑或係一盤大棋嘅開始呢？如果道教學院真係開咗飛劍專業，你又會唔會去報名呢？歡迎喺評論區，我哋可以吹下水嘅。好啦，今期嘅節目我就分享到呢度，記得點讚加訂閱，我哋下期再見，拜拜。